到29題啦，咁就講緊而家有一個嘅統計嘅棒形圖啦，就顯示翻一班老師喺某個月裡面睇書數目嘅分佈。咁要大家揾翻個 IQR 4方位數間距出嚟嘅。咁我哋會知道啦，就係而家你嗰個人數咧，分別就係48622嘅。咁所以加埋晒佢咧，就應該係22嚟嘅。咁啊22個你要揾翻個4方位數間距，即係要揾翻個 Q1、Q3 咧，咁可以咁樣諗啦，就係咧，首先將佢平分咗先啦。咁啊各自有11個人嘅，咁啊11咁樣啦。咁然後咧你就喺中間呢度揾翻佢頭11個人嘅中位數，咁應該係第6個人咯。咁然後呢一度咧就應該會係第17個人嚟嘅。咁所以你可以數翻啦，第6個人咧就應該會係睇咗4本書咯，因為你呢度有4個啊嘛，咁所以5、6應該係呢度嘅。咁啊17咁啊點樣計出嚟咧？咁可以慢慢又數下咯。咁啊4加8就12，12加6咧就18嚟嘅咯喎。咁所以第17個應該就喺呢一度嘅。咁所以其實個 Q3 咧 ，Q3 就係5，跟住 Q1 咧就係4啦。咁所以個 IQR 就係1咯。咁所以答案就係 A 啦。